讲到这礼拜五，就是总统大选登记的最后一天，那白合要安怎夹是超白巴？暗头5点的时阵呢，侯友宜、马英九、朱立伦，也有这郭文哲、郭台铭伫咧军一饭店公开讨论。郭台铭也讲呢，暗时就爱拼命工来协商。那侯友宜因为这郭文哲念出伊的简讯，该念出来，讲这三方要来安怎约来协商的过程，自头至尾要讲互清楚。内面有写到讲这郭文哲写互伊的简讯，讲这个郭台铭需要找一个理由，互伊退选，而且要求这郭台铭爱做协商的见证者。侯友宜的行为也互郭文哲批评讲，无应该公开两个人内容。伫台顶坐等20分钟，马英九、侯友宜、朱立伦总算等到郭文哲甲郭台铭，落楼同齐公开伫媒体头前面对面。郭台铭以美国港文节做开场，感谢全国关心，希望拉白合结局是美好的。邀请我，他说你是老大，你是大哥，因为你出来做汤哭，让我出来做统哭，怎么促成蓝白郭的合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另外一个里程碑。郭台铭表示，已经伫258号房间准备3个人的位，当咧安排变做5个人的座位，也强调协调需要私密性，会保证全程录音录影，互媒体连线，也有高暗时可能会透明进行协商。另外，马英九甲朱立伦也到场，郭台铭强调，无伫有聊中，也讲若要登到正当协商，伊就提出。我是见证人，原则上不发言。我出席就是代表我支持今天这个在野合作、在野联盟的会议，也谢谢郭台铭董事长，谢谢柯文哲主席，尤其是谢谢马英九总统。侯友宜是读出郭文哲传的简讯，厘清三方合约协商的过程，也讲到简讯内容。郭台铭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只要公开就会当。佮要求郭台铭做协商见证者。郭文哲回击，侯友宜无应该公开两个简讯内容，目前重点爱思考按照对台湾上好。我们蓝白也好，包括郭董也好，大整合，我们就在这个现场好好的把6点严细讲清楚。我也可以请我们的郭董事长来做见证，来做裁判。虽然我是同意的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翼在做的事，不是总统要做的事。说我是经过你的同意才练。我同意，没有错。对你也可以不同意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趁机要拉政党的利益甚至个人的利益，这不是台湾未来长远发展。郭文哲强调，组成上强的组合是上重要目的，在野整合也毋是只有拿白合，应该团结一切会当团结的力量，达成正当论题。家己是尊重所有的人，那过程中要提正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毋是台湾永远发展希望看到的。郭台铭表示，公开谈判今麦就开始讲，无希望无言的结局，也先离开。拿白整合最后一里路暂时有完超未好势。记者综合报道。